今日咧好開心得到合群汽車嘅幫助咧，介紹下呢架 NSX 啊。咁嘅 NSX 有咩咁特別咧？原來咧，據合群汽車所講，呢個係一個特別嘅 Premium 版。咁 Premium 版同普通版咩唔同咧？原來咧喺頭嘅泵把裏邊咧，carbon 嘅頭鏟啊、裙腳啊、3D 嘅尾翼啊，最重要啊就有個陶瓷嘅霹靂碟啊！大家留意一下，呢個車連個車頂都係 dry carbon 嘅車頂嚟嘅，個做工啊做得非常之好添啊！今次嘅香港代理好有 face 啊，好有幸攞個靚 number 88號車啊！咁今次呢部新嘅 NSX 咧用咗3.5嘅 V6000 Turbo 引擎啦，咁啊再加埋混能喎，咁其實個布局都唔錯㗎，個位置咧副引擎嘅重心咧仲擺得唔係好高嘅添。NSX 咧用咗電子嘅軚掣機啦，同埋電軚泵啦，咁啊喺唔同嘅速度咧個軚咧個重量亦都會有唔同嘅，咁你慢車當然會輕啦，但係你開得快嘅時候咧，佢嘅重量都係相應提高。今次咧介紹一架 NSX 咧，其實咧佢有4個唔同嘅駕駛模式嘅。首先係第一個就係個 Quiet Mode，就寧靜模式嘅，俾大家聽下先。試下踩腳油啊！而家，上個轉數比較慢啲喎嚇。好啦，我哋試下另一個模式啦 ，Sport Mode 啦，睇下有冇咩唔同先。哇！死喉嘅聲即刻有變化喎，雄壯咗添。咁我哋試下 Sport Plus 啦。哇！未踩咧已經感覺唔同咗啊！標版嘅賽車味都濃咗添。哇！真係好明顯唔同啊，感覺到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就係 Track Mode 啦。其實呢輛軚環都好就手喎，有啲 carbon 嘅裝飾啦，可以入埋 handfree 睇電話啊，音響嘅上有校到啊，大細聲啊，另外架車所有嘅 function 都喺呢個軚度控制得晒。咁另外我幾中意呢個 pedal 喎。咁其實咧喺市面上咧混能嘅 supercar 有幾種嘅，有LaFerrari 啦，有 Porsche 嘅918啦，有 Honda 嘅 NSX。咁如果唯一有右軚咧，就係 Honda NSX 可以出牌喺香港行街嘅喎。咁咧，Honda 嘅價錢咧就比較容易接受啲，咁啊價錢大概400萬左右咧，已經有齊呢個3個摩打、9前速嘅波箱，仲有 V6 3.5 Turbo 嘅引擎咧，其實係好抵玩㗎啦。